DSE 放榜就到，好多同學心入面都有同一個問題：萬一我嘅分數唔夠點算？學生驚揀錯路影響將來發展，家長驚浪費時間，唔知點揀先啱。其實你哋唔係一個人面對呢啲問題，我哋會同你一齊揾出最適合嘅路。其實唔同分數都有唔同出路，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唔係退路，係另一條去到目的地嘅路。Plan A、Plan B、Plan C， 總有一個適合你。海星熱身賽講座幫你喺放榜前搞清楚自己嘅方向，了解成績配對路線，掌握申請時間表、學費預算參考，仲有職場問答解答你嘅個人疑問。7月4日星期六下午2點，海星佐敦辦公室 Zoom 同步進行，費用全免，無論你係文憑試、IB 定英國高考生同家長都歡迎一齊參加。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而家 WhatsApp 53868699立即預留你嘅座位，放榜在即，贏在準備。